百歲慈母安詳離世，林國斌大為設靈送別最後一程，圈中半壁江山送花圈悼念，獨家還原呢位斷水流大師兄不為人知嘅孝仔心事。5月2日，林國斌嘅阿媽歐陽麗英女士喺屋企安詳辭世，享年100歲。呢個數字本身就係一種福氣，100歲人瑞喺香港並唔多見，而更難得嘅係老人家走得平靜，走得體面，冇受太多苦楚。對於一個65歲嘅仔嚟講，呢個大概係命運俾佢最後一份溫柔。但溫柔歸溫柔，離別始終係離別。5月28日，大圍寶福紀念館入面素白一片，林國斌為阿媽設靈，成場喪禮佈置得簡約而肅穆，冇任何鋪張浮誇嘅嘢，但處處都透住一種沉甸甸嘅莊重。靈堂內部陳設素雅大方，逝者遺照前方擺放住仔女敬獻嘅心形花圈，堂內堂外整齊排滿咗一眾親友、各界朋友送嚟嘅悼念花籃，白色同黃色嘅菊花交織埋一齊，空氣中彌漫住淡淡嘅香火味，場面莊重而溫情。連日嚟低調處理後事嘅林國斌，當日一身全黑素服現身，神情凝重，全程親自打點喪禮每一個細節，由花圈嘅擺放位置到賓客嘅接待動線，事無巨細，親力親為。好耐冇公開露面嘅佢，體態保持得相當唔錯，身形未有明顯走樣，一對曾經喺銀幕上踢遍無敵手嘅長腿依然穩健有力，但呢一刻對長腿行出去嘅每一步都帶住一種講唔出嘅沉重。佢全程低調肅穆，面對陸續到場致意嘅賓客一一鞠躬答謝，但當有媒體試圖靠近採訪嗰陣，佢禮貌而堅定咁婉拒咗所有鏡頭，只留低一句多謝關心，希望安靜送別阿媽最後一程。呢句說話聽落平淡，但了解林國斌嘅人都知道，呢位喺銀幕上向來以硬漢形象示人嘅武打演員，骨子裏其實係個極之重情重義嘅人。佢唔願意喺阿媽喪禮上被任何鏡頭打擾，因為喺佢心入面，呢個係屬於佢同阿媽之間最後一段私密時光，唔需要任何人嚟圍觀。講到林國斌嘅好人緣，今次喪禮簡直就係一場香港演藝圈嘅小型聚會。送上花圈悼念嘅名單拉出嚟，足以令任何一位娛樂記者眼仔發光。古天樂、尹揚明同陳麗娜兩公婆，陳百祥同胡杏秀兩公婆，陳雅倫、張耀揚、莫少聰、陳淑蘭、何家勁以及香港明星足球隊。呢份名單幾乎涵蓋咗香港演藝圈半壁江山，每一個名攞出嚟都係響當當嘅。古天樂送花圈呢件事本身就好說明問題，要知道古仔近年嚟幾乎從不出席私人場合，能夠令佢破例送上花圈，可見佢同林國斌之間嘅交情絕非泛泛之交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古天樂同林國斌嘅友誼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，兩個人當年喺不同嘅片場輾轉合作，雖然冇太多對手戲，但私底下成日一齊踢波、飲茶，係嗰種唔需要成日聯絡，但一有事就會出現嘅真朋友。而陳百祥同胡杏秀兩公婆聯名送花圈，就更加令人感慨，因為阿叻同林國斌當年喺成家班時期就已經相識，算得上係半個世紀嘅老交情。陳百祥近年嚟雖然以主持同搞笑聞名，但喺林國斌阿媽嘅喪禮上，佢花圈上面寫嘅悼詞極之樸實真摯，冇任何花巧嘅詞組，只有簡簡單單幾個字，但令人人睇咗心裏一酸。何家勁嘅出現就多少令人有啲意外，因為何家勁近年嚟長期定居內地，甚少返港，但今次佢特登由內地趕返嚟送上花圈，據講係林國斌親自打咗一通電話，何家勁二話不說就訂咗機票。至於香港明星足球隊嘅集體獻花，更加令人見到林國斌喺體育圈嘅深厚人脈。要知道呢支波隊入面嘅成員去去來來換咗好幾茬，但林國斌由90年代加入至今，幾乎每一場波都唔缺席，
係波隊入面出咗名嘅鐵腳。佢嘅波技同佢嘅人品一樣，從來唔打折扣。據喪禮安排，告別儀式將於5月29日上午11時舉行大殮。儀式結束後，靈柩將移送火葬場進行火化，圓滿行完最後嘅送別流程。對於林國斌嚟講，呢個大概係佢人生中最後一次以仔嘅身份為阿媽做嘅事啦。100歲高齡喺傳統觀念裏面算係喜喪，但對於一個65歲嘅仔嚟講，唔理阿媽活咗幾多歲，佢走咗就係天塌咗一角。林國斌近年嚟嘅生活狀態，圈內人幾多都有所耳聞。2000年之後，佢逐漸淡出幕前，轉向從商同金融行業。雖然偶爾都會客串一啲電影，但基本上已經算係半退休狀態。2018年，57歲嘅林國斌同圈外女友低調結婚。次年好友莫少聰喺一次聚會上唔小心爆料，佢已經育有一對龍鳳胎。呢件事當時喺圈內引起咗唔細嘅震動，因為林國斌向來對家庭生活守口如瓶，從不主動對外透露任何私人信息。結婚生仔之後，佢更加深居簡出，生活重心完全放喺家庭同陪伴高齡阿媽身上。2024年，佢參演咗電影《不是你不愛你》，嗰個係佢近年嚟少有嘅銀幕亮相。但據當時同佢合作嘅工作人員透露，林國斌喺片場話唔多，但每次收工都會第一時間趕返屋企，因為阿媽年紀大啦，佢唔放心俾工人一個人照顧。佢上一次公開露面係出席好友嘅一次私人聚會，當時有人影到佢嘅相，發現佢雖然頭髮已經花白，但精神狀態極好，同朋友們有講有笑，睇落生活得好滿足。但好少人知道呢種滿足嘅背後，其實收埋咗一段令佢耿耿於懷咗20幾年嘅心事。呢段心事，林國斌曾經喺一個訪談節目中罕有咁親口講出嚟過。當時主持問佢呢世最後悔嘅事係乜，佢沉默咗好耐，然後講咗一件好多人聽咗都會覺得呢個都算事嘅小事，但佢自己卻為此愧疚咗20幾年。嗰個係大約20年前嘅事啦。當時佢住喺新界，有一日夜晚約咗朋友出去聚會飲酒。阿媽話要去深水埗辦啲事，佢就順路載阿媽一程。點知嗰日夜晚佢多次繞路都揾唔到目的地，加上自己趕住去赴約，心裏越嚟越煩躁。情急之下就對阿媽話：你落車啦，自己行過去啦。佢回憶話，當時阿媽明顯好驚慌，因為阿媽根本唔熟悉深水埗嗰邊嘅路況，一個人根本唔知點行。但佢當時年輕氣盛，脾氣上嚟咩都顧唔上，硬係要阿媽自己落車問路。阿媽落車之後，佢一腳油就走啦。呢件事喺當時睇嚟或者只係一個微不足道嘅小插曲，但林國斌話由嗰陣開始，佢每次諗起都覺得自己簡直唔係人。佢話我阿媽咁大年紀，我居然俾佢一個人喺陌生嘅地方自己揾路，我當時到底喺度諗緊乜？佢坦言回想當時自己嘅態度惡劣，脾氣急躁，覺得自己十分不孝，惹人討厭。呢件事成咗佢心裏嘅一根刺，扎咗20幾年，拔唔出嚟。由嗰陣開始，佢俾自己立咗一條規矩，無論阿媽想去邊，就算路途再遠再麻煩，佢都會親自揸車送，絕唔再俾阿媽一個人出門。佢話呢個唔係孭咗唔起嘅事，但呢個係佢能為阿媽做嘅最基本嘅事，亦係佢彌補當年嗰個錯誤嘅唯一方式。據熟悉林國斌嘅朋友透露，呢啲年嚟，只要阿媽話想去邊，就算係凌晨3點，林國斌都會二話不說起身揸車送，從來冇一句怨言。佢阿媽中意飲早茶，佢每個禮拜日都會親自揸車帶阿媽去飲茶。一坐就係大半日，陪阿媽傾偈，幫阿媽夾菜。呢啲喺外人睇來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嘅事，對林國斌嚟講，卻係佢呢世最重要嘅事。講到林國斌呢個名，
後生一代嘅觀眾可能第一反應係斷水流大師兄，就係周星馳電影《破壞之王》入面嗰個講出在座各位都係垃圾嘅狠角色。呢個角色幾乎成咗林國斌嘅代名詞，以至於好多人只記得佢喺銀幕上嘅兇狠模樣，卻唔知銀幕下嘅佢其實係個性格溫和、極之重感情嘅人。林國斌係香港動作演員、龍虎武師，因外貌酷似黎明而有翻版黎明之稱。佢自幼習武，功底紮實。1985年加入成龍嘅成家班，擔任特技替身同武行。喺成家班嗰段日子係佢武打生涯嘅起點，亦係佢人生中最重要嘅一段經歷。成家班解散之後，佢正式轉型演員。1987年憑《省港旗兵2》中嘅驚心一角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，開始喺影壇嶄露頭角。嗰一年佢先至27歲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真正令佢被大眾記住嘅係1994年周星馳嘅《破壞之王》。佢喺片中飾演嘅斷水流大師兄，一身白色道服，氣勢逼人。嗰句我唔係針對你，我係話在座各位都係垃圾，至今仍然係香港電影史上最經典嘅台詞之一。據講，當年周星馳喺選角嗰陣，一眼就睇中咗林國斌身上嗰股不怒自威嘅氣質，覺得佢企喺度唔使講嘢就已經好有壓迫感，先至決定俾佢嚟演呢個角色。而林國斌亦冇辜負呢個機會，佢將斷水流大師兄嘅傲慢同強悍演繹得入木三分，以至於好多觀眾睇完電影之後，真係以為佢本人就係嗰種目中無人嘅狠角色。但熟悉佢嘅人都知道，林國斌喺片場係出咗名嘅好脾氣，從唔同人起衝突，對工作人員都非常客氣，同銀幕上嘅形象完全係兩個人。除咗《破壞之王》，佢仲參演過《鼠膽龍威》、《中華賭俠》、《掃毒》等多部港片，常演硬派反派，腿功凌厲，出招乾淨利落，係港片黃金時代嘅標誌性綠葉。雖然佢從來冇演過男主角，但喺嗰個星光熠熠嘅年代，能夠令觀眾記住你嘅角色，比咩都重要。感情生活上，林國斌最廣為人知嘅一段情，毫無疑問係同梅艷芳嘅嗰段往事。兩個人1985年相戀，1990年開始同居。喺嗰個年代，一個當紅女星同一個二線武打演員喺一齊，本身就已經夠引人注目啦。1992年，梅艷芳遭遇掌摑風波，當時成個香港娛樂圈都喺度睇笑話。梅艷芳一氣之下避走泰國，而林國斌係全程陪伴喺佢身邊嘅人。嗰段時間，梅艷芳喺泰國情緒低落，林國斌寸步不離咁守住佢，陪佢散步，陪佢食飯，聽佢傾訴。可以話係梅艷芳最脆弱時期最可靠嘅依靠。梅艷芳後嚟喺多個場合公開承認林國斌係佢嘅男友之一。雖然兩個人嘅戀情由一開始就飽受女強男弱嘅輿論壓力，外界成日用各種難聽嘅說話嚟形容呢段關係，但梅艷芳從來唔在乎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我唔需要一個比我強嘅男人，我只需要一個對我好嘅男人。林國斌就係嗰個對佢好嘅人，但呢段感情最終都係喺1993年畫上咗句號。原因據講係性格差異同外界壓力嘅雙重夾擊。分手之後，兩個人冇再公開聯絡，但據梅艷芳身邊嘅好友透露，梅艷芳心裏一直有林國斌嘅位置。2003年，梅艷芳因病離世。葬禮上，林國斌悲痛不已，嗰張佢企喺靈堂前默默流淚嘅相，至今仍然被好多人記得。分手後嘅林國斌感情生活一直比較低調，佢曾同一位圈外女友穩定交往多年。2007年被影到同周嘉怡密會並傳出緋聞，但雙方都否認咗戀情。直到2018年，57歲嘅林國斌先至終於同圈外女友低調完婚。次年好友莫少聰喺一次酒後唔小心爆料，佢已經育有一對龍鳳胎，呢件事先至被外界所知。
結婚生仔之後，林國斌幾乎徹底退出咗公眾視野，偶爾現身都只係參加好友嘅私人聚會。上一次銀幕亮相就係2024年嘅《不是你不愛你》，之後就再冇公開活動。佢將所有嘅時間同精力都放喺家庭同陪伴阿媽身上。對於一個喺後生嗰陣曾經輝煌過嘅動作演員嚟講，呢種選擇需要好大嘅勇氣。但林國斌從來唔覺得呢個係一種犧牲。佢話：我阿媽活咗100歲，我能陪佢行完最後呢段路，比咩都值。如今，歐陽麗英女士行完咗佢100年嘅人生旅程，安詳咁離開咗呢個世界。對於林國斌嚟講，阿媽嘅離去意味住佢人生中最後一個可以令佢做仔嘅對象都冇啦。由今往後，佢就係呢個家入面最年長嘅人啦。據了解，喪禮結束之後，林國斌計劃帶住老婆同一對龍鳳胎返去新界嘅屋企，過一段安靜嘅日子，唔接任何工作，唔見任何媒體，就咁安安靜靜咁消化呢份失去至親嘅悲痛。也許過一段時間，等心理嘅傷口慢慢愈合啦，佢會重新出現喺朋友們嘅茶桌上，繼續踢佢嘅波，飲佢嘅茶。但對雙曾經喺銀幕上橫掃千軍嘅眼入面，大概會多一層人哋睇唔明嘅嘢。嗰個係一個65歲嘅仔，喺送走咗100歲嘅阿媽之後，先至真正理解咗咩叫子欲養而親不待嘅重量。大圍寶福紀念館嘅花圈會慢慢凋謝，但林國斌心裏嗰束為阿媽點嘅燈，大概呢世都唔會熄啦。